大火之後，網絡流傳一張名為 Hong Kong Force 嘅光明卡，卡上面畫住一條全身着火嘅龍，被指預言今次事件。我唔評論呢啲係咪巧合，但係我想講，真正嘅預言其實一早寫喺我哋制度漏洞同僥倖心理入面，只係我哋一直選擇視而不見。宏福苑大火唔係意外，係人禍嘅總和。獨立調查委員會嘅首席大律師已經講得明明白白，現階段證據顯示有一系列不可接受、不容忽視嘅結構性問題。呢啲問題就係我哋城市嘅致命缺陷。面對巨大傷痛，社會各界嘅支援係冰冷中嘅一點溫暖，但係金錢同物資醫唔到心靈上嘅創傷，亦解唔開未來嘅困局。近4000名災民而家散落喺不同嘅過渡性房屋同酒店，政府問佢哋想政府現金回購單位定係樓換樓，但回購價未必夠買返同等單位，樓換樓又可能面積縮水，地點遙遠。有年輕業主直言呢個係神經病嘅選擇，更有居民對原址有心理陰影，但政府又話原址重建可能要等10年，甚至暗示可能唔起住宅。家唔止係一個地址，係記憶，係社區網絡同生活嘅全部。而家佢哋連選擇點樣重建自己個家都充滿無力同不確定。有居民坦言，其實我哋講乜政府都唔保證一定會聽，所以我哋必須要問，點解總係要等到血流成河先識得檢討？一、監管去咗邊？由棚網物料到發泡膠封窗，咁明顯嘅危險點，點解可以喺號稱有監管嘅大型維修工程中過關？委員會已指出，要檢視招標程序、圍標問題同監管制度，我哋係咪需要引入更獨立、更頻密嘅第三方抽查？二、城市規劃有冇為災難做準備？香港樓越起越高，越起越密，但消防雲梯嘅極限係幾多？當成個屋苑外牆都係棚架同圍網，我哋嘅救援能力係咪追得上？更荒謬嘅係，好多屋苑嘅緊急車輛通道設計狹窄，轉彎位緊迫，連基本嘅大型雲梯車都難以進入，莫講話應付更高層嘅火警。點解喺規劃密度咁高嘅大型屋苑時，連最基本嘅救援通道標準都匹配唔到實際嘅消防需求？城市設計同緊急應變規劃究竟有冇真正整合，定只係紙上談兵，到災難嚟臨時先發現一切已經太遲？三、文化問題，我哋係凡夫為果定係菩薩為因？